今日係烚蛋生活紀錄嘅 Day 3。今朝早 Ashley 打俾我，催我出新一集嘅烚蛋紀錄。嗰一刻我先知，原來我嘅自言自語真係有人默默咁睇住㗎。創作其實好孤獨，因為你永遠唔會知你而家做緊嘅嘢有冇意義。不過係孤獨，唔係孤單，因為仲有人喺遠處會俾一個反應你，或者一個 support 你。今次我剝蛋殼嗰陣，用咗一個比較暴力快捷嘅方法，結果我整爛咗隻蛋。但唔緊要，因為爛咗令我諗起我可以加啲辣椒油落去。有時唔完美，只係因為未加辣椒油，加咗就到。